春節是國人上重要傳統節日，也代表着團圓甲祝福。不過，佇民眾合家團圓時刻，所有真儕軍警小同仁犧牲甲出來人上久的時間，徛佇咧第一線，守護國家甲社會安全。因此，台南市議會特別辦理守護台灣，感謝有你軍警小春節聯合慰問活動，向軍警小英雄表達感謝甲敬意。春節是我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，象徵着團圓與祝福。那當多數民眾忙於返家團圓、歡喜迎新的時候，我們的軍警消兄弟姐妹們卻犧牲與家人相聚的時光，全年無休地堅守在第一線，以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，守護國家與社會的安全，讓市民朋友能安心迎接一個祥和的新年。那我們今天舉辦這個慰問活動，正是要向各位表達台南市議會最誠摯的關懷和最高的謝意跟敬意。那我謹代表台南市議會的全體議員，向所有辛勞付出的軍警消同仁，以及義消、義警、義交、義警等協助的夥伴，致上由衷的感謝。我們受警單位包含陸軍炮兵指揮部、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場、陸軍第8軍團54工兵群、空軍保指部、空軍防空794旅、警察局各分局以及消防局所屬單位、義消總隊、義消救生中隊等23個單位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